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我过年呢，大家盼火，家家会买香菇，可能也有发现到香菇引来引贵嘅，也同香菇嘅产能下降各有关系。我哋许多嘅台湾香菇青态产地台中新沙，看到受到群众退化、天时暖化嘅影响，本旦一只太空包桃园生得出300公克太类嘅香菇，应加沙社会1/3，存到220公克边内。香菇嘅产量变少嘅，农民是由中国发达，不过本钱加按出利润变薄嘅，对安尼嘅危机，感讲菇农是由数压为下。产业要各有竞争力，有乜嘅改做啥冇做嘅呢？来看安尼嘅报道。金塘道下郡内上古寮杜巷建香菇的工人数目嘅时限，阿姨拿等爱等呢，喺太空包东岸嘅路巷见晒位，冇一久就装满呢几桶嘅香菇。其实贵嘅台中新沙嘅古寮如系冲案呢，按无限，因为亚世界真爱建冬菇，新沙香菇嘅产量是卡喺全台嘅7%。新下太空包吼，它就是2包啦吼。所以讲，因的产量超过全国的70%。以前新下起来讲，因的农业产值超过42啊，香菇的部分都超过接近22的，所以讲产值非常的高。像后边那个一样，你就手伸过来，好像这个手你就伸进去，好，你摸看看，就大概 OK，就顺势把它往下搬。香菇嘅产出高，下就爱人工，唔但抢菜树爱人工，太空包爱变面本群生长，咪系爱意思人工。把这个抓好哈，抓好，往这边一滚过来就好了。好，一定要正的滚哦。睇先生种香菇26年嘅系运量，睇古寮杜巷教好生嘅各种同香菇有关嘅事情，产业同学校合作，希望未来香菇产业会有好生嘅来接。先来到实地看之后，他能回去有对这个农业有所知识之后，他想回到这个产业的一个年轻人的培育。讲种香菇系一定要用到劳动力的产业，确实有用。对菜树、整理、剪香菇的几条叶条，就快出去人工。田中下也下普遍来讲，就请唔到工人，种香菇也增加的没穷用。台湾目前在农业缺工的部分也相当的明显，应该在隔个几年，这些60、70岁的退休以后，其实真的是找不到年轻新进来的员工了。那机械化也是应该是是迫不及待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台湾市场不大，就一直没有开发比较新的机器。像我来种菇26年，我现在种的逻辑跟26年是一模一样，我们一直都没有成长。可是我蛮频繁到日本、韩国、中国到处去看，他们的技术已经在推陈出新。像比如说自动化，现在就有自动化做制包机。这种4角太空包呢，在日本栽培的时候呢，它是有全自动化的机器。这个自动化机器呢，包含就是它在前端做包，所以从4个人摆成2个人。然后在后端的时候，在栽培的时候呢，它也可以自动来进行接种。那甚至呢，像这种4角包呢，它来做一体菌种接种会更加方便。所以呢，未来呢，它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的可能未来省工的模式下，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也按多年来，新沙还出现一个怪的现象，种香菇的面积年4年增加，总产量1年唔到1年。大概在4、5年前那时候我们香菇产量单包还有大概300克上下。那这几年每年都递减了。那到现在的话，应该一包大概只有剩下220上下。所以少了大概有80公克嘛，将近30%。一分体差不多是入差不多45000的太空包，一包这个太空包差不多10 kg 啦，
所以讲哦，因为产量控制包由300克降低到剩下220公克的时，其实能用更多的面积来满足现在的产量，所以个钴料不是特别多，这特别多反正买天然这分体差不多70万的到来香钴料，那特别多的香钴料来满足现在的产量，所以讲的成本嘛提高。消费者显明感受到香菇也按多年来渐来渐贵，最主要的原因係香菇嘅產能三股就社會結果，除了天時溫度漸來漸高，群眾退化，韓國各有關係。一下全台灣香菇嘅群眾人頭是有2間群眾廠，每一人用嘅都係為30年嘅群眾，按多年愛種就囤在皮種拿來做母種，嗰數群眾就漸來漸唔雜。菌種做法都像那个泡茶相款那泡茶这些茶米，差不多是泡3泡、泡5泡，都磨味的嗰份茶米呢。但是佢磨份茶米继续个泡，泡到10泡、20泡嘛都泡，所以我食之无味。所以讲呢，都菌种来讲都讲过度忌惮它应该再由母种再去重新再复制，结果它是由栽培种一直复制所以说菌种就不活化了，比较弱化。來到全台灣唯一嘅香菇研究單位農次所菇類研究室，專家拿等培養嘅細級嘅詳細解釋正常嘅菌種同退化嘅菌種有乜嘅所長。这是香菇的菌絲哈，那香菇的菌絲如果走的正常的狀況呢，它是像這樣均衡圓整的放射線上一直長出來。當我的菌種呢開始有退化的情形，我們從培養基就會看到很明顯的，它的菌絲呢有不對等的狀態。那這樣的菌種會出現退化的時候，常常是因為它在移植的過程，它可能因為代數過多，或是它移植的時間呢放置的時間太久導致的。前年全國菇類喺ปุ๋業長菜產出度項卡為17.5%，有137億安多。我台灣長期嚟細細嘅菇類研究室研究延長50年，一年經費大概500-600萬元。同按多年來發展到改革嘅韓國來比，一旦對中用到地方，總共有12個研究單位，一年就有7億5千萬新台幣來囤產業同產業。莫怪台灣菇類產業實力對頭擺搶輸過日本，都見唔但搶輸日本，還輸韓國、中國。因為在菌種的研發，不是一般我們菇農有能力做得到的，都要透過公家單位，尤其我們最近有收到資訊嘛，韓國他強力把住，他就丟一次就一丟是60億台幣的經費，要去發展這個區塊，我們還是在原地幾乎在原地在那踏步。那我們研究經費政府編的也不是很多啦，從以前一直減到後來是大概剩下500-600萬，另外他們研究人員再去找計劃進來做，所以目前經費算起來，他們研究經費還夠，但是人力不夠，因為他們錢變很多但是人員還是那5個人，所以說就沒辦法做很多工作。研發人力唔拉，唔為到愛解決群眾退化嘅問題，來提高菇類嘅產量同品質。農次所也2年來改善問題嘅開發水性群眾嘅技術。我們在液體菌種的部分呢，我們透過這樣液態發酵的技術，我們可以在短時間內呢，讓我的菌呢快速的增長起來，讓它可以去接種在我們的栽培種的品質裡頭。那這樣子的時候呢，我們可以在短時間內獲得優質而且均勻一致的菌種，那提供給農民去使用。104年新沙起農會，還成立嘅台灣菇類群眾產發研究中心，由農次所提供技術，希望為係水性群眾生產嘅基地，來提供品質含高質地嘅群眾本菇農來種。水性群眾嘅香菇太空包，作為到9成品質優良，產量最高提高嘅到3成，品質同產量都含高穩定。實驗組是我們農會所做出來的菌種，那對照組其實就是目前業者的菌種。那我們會去相比較，是說不管在走菌的時間，我們會去做記錄，再加上說它轉色的時間，目前看起來我們實驗組其實轉色的時間就快，養120天的時候，它等轉色之後成熟，它才可以割子，這樣出菇的機會會比較大。如果說沒有受到污染，它良率比較好。再來，它因為透過液態菌種，
它的那个走进养成期会比较短，可以缩短养成期，减少那个养成时间，这是液态菌种是我们看了是未来的趋势。在台湾我们可能还没有那么普遍，这个在液态菌种在韩国它已经技术在输出到中国大陆去了，这已经就是现在的一个流行趋势了。群众推翻认为，天时温度近来更升温，那是香菇产业界天初要面对的大问题。像我们新社乡这边的话，温度跟以前可能大概升高了好几度哦。那升高几度对生物来讲是影响蛮严重的啦。那个温度偏高的话，我们应该是说再找一些比较能耐高温一点的那个品种。那像以前的品种，说不定也不大适合现在的栽培了。因为这几年天候一直在暖化，暖化当中，气温越高，我们一直需要有去那个抗高温的一个品系，这部分我们就是速进程都太慢，这样子造成说我们还在用旧的菌种在使用的时候，它对气候的适应度不够。行业样式就谈到厨房上红红本嘅上，一片係廚房機，一片係水箱，就係愛打造出韓國合適種香菇嘅環境。水糧食栽培係專家用來對抗氣候暖化嘅方法。透过这个水莲的模式在栽培的时候呢，因为水莲的方式呢，它是把我们的水汽带过来，然后呢，在带动的过程中呢，透过蒸发的一个效果，把我们环境的温度降下来。所以呢，在干燥的环境下呢，我们的内部和外部温度可以差到3到5度。那在潮湿的环境，下雨的时候也有1到2度。那在这个环境下呢，我们才可以加强我们的那个湿度的功能。透过我们的2流体加湿的设备，我们可以很快速的让我们内部的湿度充足。那同时呢，让我们的温度下降可以更加的明显。用湿度和搭配一层一层的加倍來種，按你土地利用率就加2倍。雖然10倍本錢還高出，不過農次數按算，還可以到2倍。農民就賺的賺本錢。除了改善10倍以外，農次數鼓勵研究室還會出現的培育群眾，希望產出喺極端氣候下各種本土都種的得力香菇品種。目前呢，我们利用大陆拿到的高温的品系，以及台湾本土我们在种的这种低温的品系，我们已经进行杂交的动作。我们预期呢，在3到5年内呢，我们可以将这些品系呢测试完毕，然后我们可以筛选出一个广温型的那个香菇的品系。種嘅問題仍是嚴格按到，其他問題未整到。市面上做亞米落來嘅香菇，一路以來係台灣種香菇嘅農民改態嘅暗樣。我們那個走私的差不多有佔了我們市場的大概應該2-3成應該有了但是那個因為它大陸現在弄得跟台灣差不多了，所以除了我們常在看香菇的人可以分辨出來一般民眾還是比較難分辨啦。農會出產的香菇攏有產銷履歷的，就農會就掛保證的今天無買到台灣新鮮的香菇，清好的香菇。沒有改到種香菇嘅農民兼做觀光農業，為人客來體驗現摘現賣。販賣同香菇有關嘅商品，想要來做家庭嘅生意，唔過真實轉型成功嘅其實唔多。像我做菇花轉成觀光休閒這區塊，我們到現在實際在能夠執行這個區塊的也只有3-5個店家而已，其他的農民也是沒辦法。第一個，你的場域接不接近那個商圈？再來你的有沒有多餘的人力去經營這個區塊？而且你要經營觀光跟實際從事生產的那個管理邏輯又不一樣。農業走休閒觀光，你純粹說靠去讓它現採現買現購的部分，一般來講都依舊目前看到都不符合經濟效益。它有它的太大的淡旺季的差距在裡面。香菇產品加重認證，轉型觀光農業，發展相關嘅生意，也對如係種香菇嘅農民按多年來用嘅現金對策。台灣嘅香菇產業對內唔單止愛爭取消費者嘅認同同支持，對外還愛叫佢到亞洲其他國家。
来比市场竞争力，希望产业永久发展下来。产业的基础源头，天初要来从事群众嘅研发。讲较拍地位，无论资金也系人才，政府都会限高出力。